那个严重是他纠结在一起已经那个扩散，所以要赶快开刀，把那一些分开这样。人都昏迷竟然找不到家属签字，你开刀要签字我竟然说不要，不知道人各位不要。那一下假如说开刀了恢复就很困难了，一定会流很多血嘛。结果就要先帮我这个按摩按摩，隔天那个主治医师去看我就马上爬起来。那个医生一看怎么这么神奇？破病到要死佫继续病那要啦然后就压我肚子因为他结的时候五脏六腑都挤在一起，压我肚子，会不痛？我说不会。哪里痛？头痛。我那头痛是血压高了我都有吃降血压，结果人一生病了哪会知道是这头痛。结果那个长庚医院开的药，他开头痛药，不好。然后那个主治医师旁边有很多实习医生，实习医生说要不要再检查一次？那个主治医师说不用，不用了。假如说明天也是这样的，再观察一天，明天也是这样就出院，就叫我出院了隔天真的就没事还问肚子痛不痛？我说不痛。哪里痛？头痛。他说好，你出院了所以就回来了。所以你一直不省人事到出院真正的才3天可是因为我们是算前一天开始的，就算4天所以或者就讲这个也是贵人。那个时候假如说没有找我的话，这个真的就不在人间了。那我也在想我都要拜各位修，怎么可以绕跑？说还不行然后到去看我说你人较艰苦，咱袂害，我们还从小。这个老师有一点自然精神说我会盘腿，我不知道说我在难过的时候不会叫，我也不知道都好像都自然形成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要多行善，多行善的时候善知识贵人比较多，善知识会引导我们呢躲过灾难所以这个我到现在都一直还很奇怪，我怎么会睡到就不省人事？这个好好的从下课回去还很舒服回去说睡觉，说醒不来了不省人事了，很奇怪我要问老师看看。这不让我讲了吗？都让我整个都这个人都不知不觉的。那么假设呢白佛缘乳中有肉诗意允和